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今仔日咱启明时声台南知名企业家专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这当讲是咱台南之光，更加是咱台湾之光。到底是什么款的单位呢？因为因定伫个国际顶面来得到这个发明奖拢得奖哦。而且呢，因个来打造出这个世界第一的足弓矫正跟经络养生王国。咱今日非常欢喜呢，邀请到咱宏威科技集团的2位贵宾，今嘛就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咱首先欢迎的是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我们欢迎谢进兴博士。大家好。真欢喜有这个时间甲这个机会来三冠王甲双子星启明心声的节目甲大家来开讲一下甲咱生命当中上重要就是讲2件代志。第一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适当的财富。人生当中咱的打拼认真，我想这2项介重要，甲大家来开讲一下，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创办人呢，今仔日到咱的公司当中，要甲大家来做这个分享。和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宏威科技集团的总经理，欢迎谢宗宪总经理。秦姐好，大家好，我是谢宗宪，那很开心呢，能够来双子星三冠王的市民之声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好，咱伫个直播一开始咱就透过影片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宏威科技集团。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说过：“未来的医师给予病人的将不是药物，而是致力于保养人类病患的骨架，控制饮食及找出造成疾病的原因，并预防之。”因为这样的启发与体悟，宏威科技集团创办人谢进兴博士遂投入全数的时间与精力，努力探寻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法宝。透过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机缘的牵引，催生出划时代的高科技产品。宏威科技集团秉持诚信、专业、服务、创新、永续的精神来经营企业，借由优质的产品与独特的组织行销模式互相结合，相辅相成。宏威科技集团优秀的产品荣获许多国际奖项，近期更荣获2016年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金牌奖、国际组冠军与2017年中东科威特国际发明展金牌奖。Good Arch 足弓矫正器械组更连续2年续审通过 A3Q 国家品质标章的肯定，以及医疗多项器材认证。而紧密的产学合作，展现宏威科技集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远见胸襟，其中包括成功大学、台南大学、台北医学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临床中医院。宏威科技集团在社会公益的推动也不遗余力，旗下有俊达角的眼睛爱心慈善会、宏威天字文教基金会与中华足部科学研究发展协会。宏威结合的研发团队包含生物力学、人因工程、骨科及神经医学、材料科学、中医经络及足底按摩等专家，透过远红外线、银离子、负离子3效合一，成功研发专为个人量身定做配置的脚的眼镜远红外线足弓矫正器械组。一套完善的足弓矫正器械组来自于一双专业设计的专用鞋，同时搭配一组依照个人需求客制化配置的专用鞋垫。专用鞋的制作包含了大底开发、鞋面开发与量产流程3大步骤。制作完成的专用鞋，
再与客制化、量身定做配置的鞋垫组合而成一套足弓矫正器鞋组。创办人谢进兴博士独具慧眼，创建五足共合的新概念，希望借由知足、正足、立足、跨足、满足的创新思维与完善规划，让您在知识学习、健康与养生保健、事业及财富各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好。透过影片哦，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呢，应该对宏威科技集团有了初步的认识哦。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好好访问哦，非常难得邀请到了2位贵宾哦。好，那我们首先请教这个创办人哈，任才公，你们宏威科技集团，你们用了一个非常有辨识度，而且非常特别的一个品牌的 logo， 然后上面还写上一个脚的眼镜哦，有一个眼镜，有一个脚，大家看过都印象深刻。然后到底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做你们企业的一个 logo 呢？这个因为我们的产品它就是像我们眼睛的眼镜一样，因为我们眼睛如果老花眼啊、近视啦、乱视的话，你佩戴正确的度数，有效无效谁知嘛？一秒钟挂起你就知啊。有没有矫正就知道？阮这个产品呢，你若我给你测试，这是力学原理，有效无效？你嘛感受会到，应该有那个挂目镜同款的速度。所以，阮迄阵咧想的时候，我甲合作卡的目镜，目睭无好挂目镜，卡若想要保养有问题，就爱挂卡的目镜。所以人也看到阮这个商标，拢会问讲，是安那卡爱挂目镜，卡是免那挂目镜，阮就有机会人伊来解说，人伊来做 demo 做试验，安尼伊的接受度会较悬，因为伊毋是敢若听讲尔，伊会当甲我互动。做了有效无效谁知？所以这是力学原理，力学的就是物理，物理有就有，无就无。这也袂小骗一个啦。对，所以这个足弓矫正器鞋组哦，就是讲，亲像咱有近视啦、远视或者是老花眼都需要配眼镜嘛。那有了这个足弓矫正器鞋组，其实就是说，咱的脚其实有的人有扁平足啦，或者是讲有拇指外翻啦吼，或者是讲脚倒打吼，影响到行路。所以这个时阵咱得爱配这个目镜，等于说用足弓矫正器这样子这个鞋组，然后穿了等于有眼镜的功能。哇，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 logo 设计得非常好，而且让人家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叫脚的眼镜？然后了解之后说，真的非常合理，非常适合你们这个企业，当这个 logo 真的是非常的棒。好，所以呢，今天其实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创办人跟总经理，那总经理又是创办人的儿子啦，哈，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企业，它也是有在进行这个传承，有，对不对？好，那当然就是大家很想知道说，为什么这样这几项呀，哈？安尼也会当把企业发展甲遮尼啊大，世界各国拢有分店呢，而且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之光。是安那吼会当发展甲安尼？当初是安那想着讲要来将投入这行的？这因为我进前是我的背景是做过公务人员，做过公务人员吼。因为个迄个真侪原因之下吼，就离开我迄个工作单位，出来做业务。我是做业务起家，业务起家有一个机缘啦，当然这过程真有真历史人讲啦，有一个机缘去接触到这个产品，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我本身大学是读电机的，所以物理化方面也有一点基础。因咱有做过健康嘛，我以前是卖过健康的物件，所以咱对健康有一个概念。我以前的想法是讲，我这个物件若安尼，以我的判断吼，这大家人拢需要，因为骹头若歹吼，身体就败啦，全世界吼，只要你食老，无一个骹走会去的，对啊，拢一定爱用的啦吼，所以伫这情形之下，我就用较侪时间，拄啊运气也袂歹，拄啊有一寡迄个算讲学校的迄个中华，甲咱斗骹手，所以咱该去。创造出甲以前市面上咧推广这个产品无共的一寡材料无共，伊的力学迄个保固，像阮这种物件，阮互人客就是讲，阮保证你正常安尼使用，逐工用一工无论你用10点钟、8点钟，我甲你保证10年，10年内你若穿了有啥物任何，
哦瑕疵歹去，我免费甲你换新的。哦，这内底这个二级这个矫正器，是哦，保固还有10年这么长保固。阮是一个，毋是，迄毋是叫口号，阮落实一个叫做10年的保固终身的服务，10年保固终身服务。是，所以伫这个服务的当中，因这个物件真专业。哦，因为咱拢知影，咱骹内底有一粒沙。哦，还有一粒米，咱咧行路就袂惊嘛。对啊。哦，所以伊即个骹的即个角度啦，吼，伊的迄个力学，吼，伊若照经伊吼，年久袂侵。是啊，咱食老呢，骹头会退化，骨盘会歪去，龙骨会歪去，其实吼，拢甲咱的地基有关系。咱的地基就是为骹，甲咱穿的鞋啊。所以即个物件要发展，互人客穿了会满意，鞋啊，甲即个矫正器。占一半一半，你即个若正确，鞋啊若无正确，嘛无效。嘛无效。嘿，这两项拢爱正确。所以爱规组的对无？规组，所以阮咧介绍人客的时阵，伊若感觉啊，阮的鞋啊无水啦，歹看，哦，伊敢若要用即个物件，无爱接受阮的鞋啊，安尼阮即个人客，阮就讲歹势，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服务。安尼效果无好嘛？因为无迄个功能。无功能袂出来啦。但是阮若对无功能的人客，阮是会当换会当摕。哦，所以变成讲为着健康，有的人就勉强讲啊无，迄个也是健康较重要啦。鞋啊无水袂要紧啦，当然有的吼，伊感觉鞋啊较水，伊袂接受啦，嘛无要紧啦。哦，这个随缘啦。其实迄一天我有去过吼，恁去搭来参观过吼，不过我感觉恁最近吼研发出来一寡新的这种款式的鞋啊，其实还蛮好看的，连高跟鞋都有。对不对？好，来，总经理，这环境来讲，伊来公开清楚。好。因为其实一开始的鞋款不多，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早期一开始鞋款只有2个样子，男生黑色，女生白色。就这2种啦，你是男生就选黑的，女生就选白的。然后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一直到我们做十几年来，其实也要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是哦，那当然就是要做一些比较符合一些趋近一些时尚的好看的鞋子。那所以我们有做一些也是去参考外面市面上的一些运动鞋，现在目前的趋势它是什么样的样子的鞋子？对，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有一些跟外面市面上的运动鞋的样子差不多比如说像飞线编织鞋这种东西，我们也蛮都有，时髦的对，都有运动鞋。那高跟鞋的部分也是要配合那个顾客他们的一些在场合在使用的鞋款。对那因为顾客非常的多，那我们常常讲够给爸囧嘛，但是你再去符合每一个的要求，所以我们会尽量符合。我们连那个出家师傅的罗汉鞋我们也做了。哇，其实很多出家师傅会穿，对不对？对，他们其实出家师傅他们其实在做礼佛拜拜的时候，他一个爱跪啊，一个爱徛啊，我一卡头拢无盖好。对，哎呀，拢伊徛跪，安尼一直重复使用，安尼伊个伊卡头拢无好啦。所以我们也因应这个市场，也是有做这个出家师傅专用的罗汉鞋。对。对啊，所以一间企业要成功，不是说我开发出一个物件，我得一直卖，后面呢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不断的研发改进，然后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才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嘛，对不对？然后创办人比较好奇的是说，你一开始安尼你得做一帆风顺嘛，然后怎样功力进简，原本跟别人合作生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啊，所以你创立宏威科技集团之后都是成功的嘛？啊，你之前的失败经验？对你创立有什么帮忙吗？成功每个人的定义不同。是。其实一项头路也好，还是咱做人做事就是拢爱一步一脚印。所以我公司我的教育内底就一步一脚印，成功无侥幸。是。路要走对了，就不会遥远了。所以你的方向爱对，你的脚步爱对。对。食紧弄破碗嘛。咱古早人就安尼甲人讲。所以阮10几年来，阮其实就是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我有足侪合作的经销商。那台湾拢爱算几万人来讲啦，外国也拢有，所以咱真侪人迄个拢有一句，阮内底家己讲的，足侪人拢甲我讲无参无远，尽可进门啦。就是甲阮合作来发展这个生意，做事业咧趁钱嘛。所以咱愈做
吼，那业绩愈做愈大，啊，人愈济，咱的责任愈重。哦，啊，咱若有这个责任的时候，咱就安那每一步踏出就爱安那，吼，考虑着咱的经营。所以，阮公司迄个经营的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呐。哦，就是诚信、专业、服务、创新、永续。对。哦，啊，这12呢，甲三广啊，甲双子星，我拄啊行过的时候，有6字是共款的，3项共款。哦，我是诚信嘛，对，诚信共款，创新共嘛，专业共嘛，是，啊唔对。对。哦，啊，阮是迄个，阮较是强调一人叫做服务啦。哦，因为阮有人客，阮要服务嘛。对。哦，啊，过来就是讲企业上重要啊，毋是你做偌大，是你要永续。你要永续，所以迄个管理学家，迄个彼得·杜克拉都有讲，一个企业上重要，不是你市场占有率多大，是你走的每一步都要能够为永续而着想。所以咱看真侪企业为着要占讲拼世界第一的啦，拼啥第一的，结果那乱了脚步。对。哦，啊，乱了脚步，到尾就可能伊的企业就产生无好有危机嘛。哦，啊，这因为我。虽然大学是读电机的，但是对，硕士甲 PhD 拢读管理的，啊，所以有这种的概念，就是讲咱一定爱安那，哦，做迄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经营咱的企业，哦，袂使照进。所以，但是你企业要永续，你就要有竞争力嘛。啊，你的竞争力毋是等别人无好嘛，是咱家己有啥物人好嘛。所以咱为一样产品的足弓矫正器。哦，阮拄仔囝讲的，就一个血管黑白两色，开始到现在应该最起码30-40项血管都有了。对，很多种。哦，很多种哦，而这个里面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嘛。对。像我们也有高尔夫球鞋啊，打高尔夫也可以用嘛。对。哦，健走啦，哦，什么拢有嘛吼，啊，这个讲市场要，那个年龄层要，我嘛有囡仔的。对，有小朋友的。从6岁开始到这都有嘛。哦，啊，刚刚讲那个罗汉鞋，事实上我们师傅非常多。哦，应该这个客群很多。这个以1000人以上来计算。北起华骨山、中台禅寺、南佛光山、东慈济。哦，这个都是我们很多师傅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哦，啊，有些都是很出名的出家大师。哦，都是我们有在服务了。哦，对。哦，包括我们台南比较有名的这个。兰溪还是什么那个净空寺还是什么？哦，他那个里面的师傅也是蛮多，也都是穿你们的我们的爱用者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走这个路？就是说，哦，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哦，也是一步一步脚印这样过来。哦，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谈谈哦这个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伙伴讲，我们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来建立我们的人生价值。你要有对的价值观，你才能建立对的价值。对，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对，这个你对的价值观，你才能够建立对的价值。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偏掉的，你建立的价值可能就是短暂的，或者是可能会成为泡沫的。所以古人才会讲获得载物啊，天道酬勤，有他的一个生活的道理。哇，今天听到很多这个很深奥的道理哦。陶华这个创办人，你有讲到那5点嘛？说我们公司其实有其中3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个诚信、专业服务、永续跟创新。这5点按那2做好2对不？很多可能也许其他企业也会有其中几样都是一样，但是他们落实去做好搞，这该做困难啊。不容易啦，但是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不管是我们上下游厂商，我们代理，我一直跟他们呼吁，你跟我合作在发展，服务客户我们这个是健康产业，你随时用这10个字来检查公司。你来检查公司，我们在这4个字，你觉得有没有及格？如果不及格的话，这个企业是不值得你跟他合作的，不值得你跟他一起来打拼这个市场的。对耶。那同时我们也是相对的嘛，我们也要求我们的经销商，你面对客户，你面对所有你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你到底你诚信、专业服务、创新、永续，到底你这12有哪有咧落实无？你若无咧落实，
你要甲头路做的成功嘛，真困难啦。这是我深深有体会啦。尤其诚信那做袂到，我感觉你准讲，你成功第早啦。真紧就咱套一句电视名嘴点人咧讲的，你这行若做无好海水退潮人就知影你有穿裤甲无穿裤啊。这大家拢朗朗上口嘛。对。所以咱袂使当作考核，咱要以此为镜。以此为镜啊，随时要检查，咱佫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佫有进步的空间。佫有啥物所在当佫互咱的人客愈好。这是咱靠有法度有竞争力啦。对。啊无后起之秀嘛，盖节啦。对。咱就等着被淘汰啦。哇，所以就是有这款的理念所以一间企业呢，才会当互人感觉讲哇，想做一项会当起家啊，变做讲哇，把它发展成这个台湾之光的企业。那其中这个传承其实也蛮重要的嘛。那现在你可能就开始在训练你的儿子来接班，对不对？他不算是接班啦，不算接班，他应该是。也可以算是共同创业的事业伙伴吗？因为他大学毕业，我那个这一家公司成立第2年，他就那个刚草创期，是公司员工加起来连加起来，连我夫人还有一个那个会计，对，这样记起来。你总共有3个儿子嘛，对不对？对啊，那个另外2个那个时候还读书嘛，还在读书，他最早毕业，他是老大。所以一开始他公司很小的时候，他就进来从打杂做起来。哇，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起创业的呢。也可以这样算了。哇，所以我们在传承接班上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一路一起走过来了。对，所以其实是一路的伙伴。对，然后哎嘛算，那嘛算艰苦囡仔啦。安尼对，所以其实他很踏实那前几天我跟他先去跟他做聊天的时候嘛，他就有谈到说，其实恁公司做这改变不是因第2代提是你自己本身提的所以其实是不是你爸爸也是蛮创新的？对，他都走在时代的尖端。走在时代的尖端。对，包括现在现在企业外面在讲的所谓的数位转型、数位的领导力的部分，对，他也先提了。他先提的。包括前几个礼拜，对，他就去找到另外一间的他们所做的所谓的 O2O，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这种东西，他也是丢给我们做参考，说我们要朝这条路去走。对，你 O2O 解释给我们观众朋友听，很多人不知道。O2O 就是网络的线上跟网络的非网络的线下。对。那线上就是所谓在上网去做查询、比价，然后去看一些人家的广告介绍，包括网红这种东西都是属于 online。对。那 offline 就是线下，包括你去实体店，去做体验，去让人家服务，去摸看看这件衣服，去体验这个鞋款的部分，这就是 offline， 就是线下。对。所以这是一个线上到线下的一个部分。线上线下的部分。那但是现在最近比较流行、比较慢慢趋近是叫 OMO。更新的。OMO 就是online merging offline， 就是线上跟线上做一个融合。对。融合做一个，它已经分不出，消费者已经分不出到底是你要去线上还是去线下。因为如果你的价格是线上跟线下的这个价格是固定的，那统一的，那就是它就是取决于说，它就很难去取决你到底是在线上购买还是在线下购买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先进的东西。对啊。那这个先进的东西是我去上课去得到的，那没想到我父亲他更走在前面，他先提，他先提。一般呢，像我之前访问过的企业家，他如果是传给第2代通常都是第2代，他想要做什么改革，结果第1代的部分就开始会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失败然后就有点犹豫，然后第2代才就是说，不管他就是自己去创新去做出来，然后发展更大。结果你们家反而是这个爸爸的部分，他自己有这么棒、这么先进的一个观念。对，所以我们在他的领导之下，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非常的战战兢兢。是这样吗？对，就是当然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企业能够茁壮，能够成长，让我们这些代理能够
有好的发展。对，哇，所以你的很多观念都是有对时代的进步。这个本来就是说我成长过程，就是说可能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的习惯，长期大概看书的时间，比看电视、看电脑还多了。所以变成说我们每个月都像固定的这个台湾的几个比较有名的，从商周啦、金周刊啦、天下啦这种都会看嘛。对。再加上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新书嘛。是。所以再加上我们也学校养成教育也蛮长的所以变成说我们会比较注意这个社会的变动跟竞争力啦。那这样子我们只要觉得公司要变，要改，那再评估自己公司的财力，容许的范围，那我们就大概就会朝那个前进了。对，朝这个前进。那所以变成说我们从一个产品到现在，大概有6大系列产品，食衣住行大概都有了。对。包括我们在去年那个开始做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今年，在市场开始做卵生的销售。那当然这个产品是，我想是台湾的一个骄傲了，台湾的骄傲。因为我跟我台湾的伙伴跟国外伙伴有谈过，这产品如果离开台湾到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跟我们品质以及功能一模一样的产品。来，这个产品一定要来先介绍给我们大家知道，因为还有得奖，对不对？对。来，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这产品就是我把它起名叫量子砂。量子砂嘛，对，我们有带到现场来。对，量子砂系列，这是一个，这是它，我们主要是黑色跟这个，跟那个有点银色。银色对。事实上这个不是染色。这不是染色，天然色。天然就这个颜色。天然色，这个就是天然就这么漂亮。对，所以这个就没有。因为染色它过程还要多一道，还是有多少会有一些化学残留物嘛。对。但是天然色，这是我们在做材料那个混体颗粒的时候，在用参数它的温度啦，它那个温度的时候在一个偶然意外之下跑出来的一个不一样颜色的那个的那个混体材料。是。那哇这个颜色很漂亮，我们就把它来跟混砂。做出来以后就这个颜色，所以变成说这个就是我们独有的颜色，对。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不讲解也没什么，就好像好像袖套而已啊，对啊，有什么特别？但是它这个产品呢，第一个，我们如果要夸张的讲，最好现在有一个人他手臂，可能有50件的问题，举不起来，他可能只能挤这样子，举这样，挤这样子。那把这个袖套一穿上，大概10分钟以后，我们不是说它会好，它大概有能力挤到这样，就可以举高，或者是挤这样。我们现场刚好没有人有50间呐，不然就叫来试试看。这个以后如果屡试不爽，还有第二个的话，就如果像我们这些帅哥的皮肤都没有女生好，那这个皮肤呢？我们怎么做怎么弄呢？比如说你这个皮肤，你还没有穿之前，你先拍照，对，拍照在同样条件拍照，你把它带上10分钟就好，10分钟，拆下来你再拍，把2个照片拉大，你观察它的皮肤跟毛细孔，应该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纱线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认为到现在在台湾也好，在市场上还没有遇到的，同样强调这个功能的纱线，叫生态纱。生态纱，所以其实它的功能是什么？你刚刚讲说50肩的手可以举高一点，然后如果戴上去皮肤为什么会有呢？这个变呢？第一个它这个可以，因为它有3种纱线，第一个叫我们采用美国杜邦的莱卡弹性纱，所以它这个可以拉，弹性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可以非常的好，可以拉很大，拉很大。如果你拉了弹性笔法，你把它甩一甩。或者你洗了以后，它又回来，又恢复了，又恢复。弹性纱只要这个功能。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叫耐钠锗纱。耐钠锗就是说，它的那个混体材料是奈米级的，0.15微米到0.2微米，就是150奈米到200奈米的混体材料，
比我们头发不知道细多少。那这样的，它这个材料它本身就具有可以释放远红外线跟负离子，远负双效。是。怎么把这些粉体材料融入在纱线里面？这个纱线很细，这个所谓1单米的纱线是9公里，9000公尺，重量1克。哇！你怎么把纱线融在这里面？所以这个纺织业，我们公司有跟那个台湾那个国家纺织研究所合作嘛，我们有签产学合作案例，所以纺织研究所那里面的那个研究员，那些博士长官，他说台湾真正的高科技叫纺织业，他们纺织研究所致命的，不是电子业，是我们当然就不会很认同啦，但是当我们真的深入了解以后，才知道哇。怪不得那个世界杯的那个足球啊，上一次在那个俄罗斯踢足球，32队踢的话，最少有1半的国家运动员，都是穿台湾的运动衣。对，这个媒体都有介绍。台湾的纺织很强啊，这个才知道真的。那我们这个又更深一级的，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第一个纱线不同。有奈纳锗纱，奈纳锗它主要就是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因为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还有负离子，负离子，还有负离子。那再配合一个生态纱，什么叫生态？生态就是蛋白质破壁。我们知道组成蛋白质最小的分子叫氨基酸，那氨基酸有非必需跟必需氨基酸嘛？对。那我们这个氨基酸是。我们跟生技公司合作，他们在花莲外海培养的藻，蓝藻，这蓝藻就是蛋白质为主，把它破壁以后，我们用里面的那个氨基酸，六氨基酸以下叫6生态，所以它的分子量很小，大概小于1万个道尔顿，非常小。那把这些氨基酸呢，溶解在纱线里面，它的那个。它的吸水性、护水性，那你知道生态一般用在哪里？保养品啊，美化皮肤啊，会好。对啊，吃啊，所以这个生态纱就是什么用的保养品所以这个如果像夏天，你带着你去走路，它不会热，它会凉。它是有凉感，因为生态的凉感，对，所以对皮肤非常好。再加上这个是有专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有做养生保健，我们公司的代理，我们长期有上很多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就是经络，人体的这种穴位，穴位养生，所以我们知道手臂也有很多穴位嘛，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一些穴位，譬如说你这个是左手，像这个右手，还有分左右手，右手为什么？因为要对穴位，要对穴位的关系，因为这个右手一戴上。一戴上，对，第一个你要对的一个叫内关，内关啊，心胸起内关嘛，心跟胸有不舒服，就按摩内关嘛，按摩内关，头晕也是，晕车也是内关嘛，头像行肋切，就是头不舒服就肋切嘛，所以我们这里有内关、肋切，还有什么睡眠起什么神门，有心经的神门穴。还有这边有一个养老，顾名思义，它叫养老穴。你长期按摩比较不容易衰老。所以我们公司如果有机会你来参观，我们很多代理年纪都，不算少，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年轻，不老妖姬。还蛮多的，真的。上面呢，上面有体池、小海、少海，这里有一个贝乳。你查中医，贝乳穴长期按摩，消磁蝴蝶袖。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他一体会就知道了。所以他这个是有专利。所以这个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对，但是很难做。对，因为它不是布。它是纱线直接做成，又要开这个虎口，这很容易脱纱，很容易脱纱。这也是我们在开发这个东西面对的障碍，所以我们慢慢把它不断的改善。现在消费者总算很满意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叫量子纱的系列产品。对，这只是几个袖套，我们有裤子，
用量子纱去做的裤对子对对，啊，裤子有对啊雕塑衣，雕塑衣对不对？还有雕塑环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将来会有一个系列产品，大概就可以开一个所谓专柜店，专门卖这个东西。对，而且每一项东西基本上都有，我们大概在台湾目前都有拿到专利，都有拿到专利，而且拿到专利以外，还有得到这个发明奖。对啊，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得了5个发明奖，5个发明奖，而且都是国际的。对对，从首尔亚洲最大的，对，首尔发明展，那个美国那个矽谷发明展，而且得到大会的特别大奖。那个吉隆坡的那个马来西亚的发明2个金牌奖，是，还有那科威特的，中东的科威特的，还有瑞士日内瓦的，目前这个量子纱系列已经得了5个大奖。哇，所以这个是最新开发出来的这个量子纱的系列。咱怎样讲？恁一开始起给你们的招牌产品就是我们这个主攻矫正器协助，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矫正器协助呢是历久不衰，我们10多年来，从2003、04开始，对，我个人就跟我内人开着车全省到处去推广，去推广这个，挨家挨户就是认识的就去介绍。哇，这个那个时候公司就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总经理，他那个时候还在读书，还在读书啊，第3年，那公司就请一个会计在我们那个台南市那个东区那个东安路，最早在东平路，后来搬到东安路的那个，对，就在那边，用租的，1个月才15000的租金，比较小间的店面这样开始去推广。是那当然这个过程在教学相长嘛，所以你在推广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产品，因为很多症状是我们透过消费者回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病嘛，没有那个症状嘛，所以很多人问我，我这个有这个问题，有没有效？我说我不知道呢。你不知道？我哪会知道？因为你本身没有，比如说什么那个内八，或者是说扁平足、拇指外翻，你如果没有，你也不知道。那个是比较普通的，比较普通的还有更严重的。我们比较引以为傲的就是说，我们改善了很多那个帕金森。是啊，帕金森，我第一次介绍帕金森的患者，我对帕金森也不懂啊，人家介绍说，像这种我看不好，我讲是安怎，伊就行路给我看，哇，一直跳，一直错鱼，干那要挖一个，挖底下呢，挖几步呢？我讲这我唔知呢，但是试看卖啦，然后有效就谈掉，那无效就无效，试看卖安尼，试看卖嘛，所以咱在做健康啦，只要对咱的身体袂产生副作用，我会建议，你爱试看卖。咱连头壳拢想着是，万一若无效，咱就加开钱安怎？你若唔想讲万一若有效咧？所以你头仔讲的迄个伊穿了敢有改善？我惊到哦！你惊到？伊即马穿，伊即马使用前跟使用后，你若当场先看，便捷啦。所以以后我若对着帕金森的我讲你试看卖啊。反正阮迄阵一开始做就讲，你伫合理的时间，你试用2个月，你也感觉这个物件对你无帮助，还是价钱伤悬，还是安怎？我无咧管你的理由，你会使来换来摕。来退拢不要紧。不要紧。所以你若讲这个物件做遮久啊，伊若无一定的功能。敢若风摕公司就退到倒去啊，倒去啊，对啊。所以就是讲，伫这个过程，咱慢慢安那成长进步，尾啊咱甲就讲感觉这既然有这个功能，咱就要有一个学术单位来甲咱安那，甲咱背书，所以嘛，真多谢迄个成功大学的迄阵迄个医工所的迄个所长啦，苏教授，对，我有甲伊叫我做伊是迄个医工所的嘛，伊是台湾力学大师嘛，用阮的物件去做临床去做实，有做报告出来，证明有效。伊做两个迄个2个项目，第一就对脚头的改善，对迄个行路的改善，伊的报告证明就是讲，在学术单位伊是讲正相关啦，伊会进步啦，所以尾仔佮甲台南大学，
迄个张所长，伊嘛甲帮忙真济来做研究，佮甲培养，我有甲台南大学迄个啥医疗机电研究所有做产学培养硕士生啊，我公司拢总有18个伫遐读过硕士出来，算讲佮培养即个甲相关的专业愈深深，所以我公司有一寡迄个研发的专利的物件，是遮迄个学生研发出来，啊嘛有伫遐咧展览互看，啊嘛有咧用啦，对，这个大好甲咱斗下手，佮尾仔佮甲迄个台北医学大学，一个迄个梁医师啦，伊甲咱做即个材料，这材料到底对咱人的功能效果好啊歹，伊伫临床咧做，嘛是有一个报告出来，伊感觉这材料赞，佮好安尼，所以足济。就讲，咱今仔行到遮吼，就讲爱有心存一个感恩啦。人无遐敖啦，人是讲你一定爱认真拍拼嘛。但是你就是爱有一寡贵人来相助啦。是。咱袂晓爱去问啦。咱捌的有限嘛。无论你外口捌的有限。所以伫这过程咧，有这贵人甲咱相助啦。无论是学校的教授啦。政府机关啦，像台南市政府，阮有办即个啥观光场嘛，所以即个金花局啦，前个局长改成分局长嘛，即嘛换郭局长啦，对，方进成局长，拢真照顾啦，伊咧一个科长迄个严科长嘛，拢所以咱算运气真好啦，伫咧创造即个防卫即个事业拢拄着好人啦。拢拄着贵人啦，所以阮的经销商啦，大家拢安尼真团结啦，囡仔真乖啊，囡仔真乖对啊，所以其实其实我觉得爸爸谦虚了，他就觉得说那我遇到很多贵人，然后运气好，但是我相信说一个企业可以成功，绝对不是说光靠运气。你看爸爸这样子，是不是他都很努力？其实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以产品来说，其实我们产品。因为产品研发出来，要给消费者使用，对啊，那当然是最重要是要安全，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一定它的效果在，对，所以我们每一样产品其实很多的检验报告，对，很多的检验报告，对，一定要的。我记得曾经我们有跟那个比方中华医师科大做所谓的，他们有大学生来这边来做那个所谓产学合作。产学合作啊，因为他们结束我们都会因为我们都会考试嘛。对。我听到有一个大学生他就说红威什么不多，检验最多。检验最多，哇，这其实对你们是称赞呢。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有，不管是去 SGS 就做检验，还是要去得到，还是要申请专利。对，这个都是要做的，因为一个东西出来而且每样东西出来，我们都自己都有使用，都有使用，包括用的、吃的，这个还有穿的，这都是我们都要自己去体会、自己体验。对，所以对产品来说，它要求非常的精细，那对于经销商来说，他也是照顾得非常的精细。你觉得就是爸爸对经销商这方面，对，因为他懂，因为他刚说他之后去做业务嘛，对，他也是做业务也是有经过这段做业务的心路历程，对，所以他懂得他们要的是什么，对，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感同身受的，对，这个是我不晓得其他的公司的老板是怎么样的，因为对于他是真的都是站在这个经销商的角度在做思考。以经销商的它的优势、它的好处为出发点，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对我们在接受他的教育，我们也是一样，经销商才是他们的要以他的出发点去做思考，对，不是只有
公司对啊，如果只有顾自己，然后没有顾好这经销商，其实经销商是，你们其实就像是一家人，然后你们整个企业就是大家一起在奋斗努力，才有办法茁壮到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对，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足弓矫正器协主嘛，哈，那我们知道说他得到这个专利，然后这个获奖更是多，非常非常的多，多到我看完都说，我数不清，我也搞不清楚怎么那么多。总共7个，哇，7个发明展，7个发明展，而且我相信说你在参加这些展的时候，其实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然后更严格，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参加国际发明展的，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这个产品它要有专利。那专利它不管你是新型的还是发明的，就是一定要有专利，因为是发明展嘛。对，一定要有专利。对，那你才可以去报名去做参赛的部分。对，这是一个基本门槛的。所以我们每样产品我们都是去想过、去思考，然后去拿到专利，而且专利也是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保护。对。那包括我们的 logo 也是啊。对，我们 logo 也是在整个全世界，现在目前的有60几个国家，我们都有申请这个商标法。这个商标都有得到对，都有得到商标的部分。对，所以我们在专利在商标，其实我们每年其实它编的预算其实还蛮高的。对，因为为了要保障这个产品，它保障我们这个 logo。对，logo 到时候会很有钱。对，所以他们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保证嘛，你那个 logo 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不对？哇，那讲到这边你们现在在世界各国，还有就台湾这样子的话，你们目前有多少？你们规模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多少经销商啊？目前我们在主力在台湾，那我们国外市场呢，现在有马来西亚市场，那有印尼，还有新加坡，那还有中国市场。那还有越南、美国市场，越南跟美国，那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有设立所谓的分公司的部分。对，那没有设立分公司，也是借由我们台湾的经销商所介绍出去的使用的顾客也有，像什么加拿大啊、尼加拉瓜啊、澳洲啊，都有人用，然后纽西兰啊，还有南非啊，还有一些欧洲也有一些顾客，那但是所以。这个顾客遍及非常的广。其实足弓矫正器这样产品，它是针对物理、力学的部分。那讲句坦白，就是只要你要用脚走路，你早晚会用到它。那只要是人类都会使用到这个足弓矫正器。对，好，那我们每天都要对抗地心引力。对，那你们的产品很多几乎都是跟这个中医、看这些经络有关系。对。然后这个会不会涉及到说，比如说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士他们使用的那个状况？因为像欧美人士他们大部分都看西医嘛，那他们对中医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你们觉得说目前市场还是以这个亚洲方面为主？没错，现在我们产品还是以亚裔的为主。对，我们举个例了，像我们在美国的市场，美国就是很多人都去嘛，我们主要是美国在洛杉矶嘛，我们家的老二跟他弟弟在负责嘛，我在那边负责。OK，那他现在我们主要发展的白人也不多，白人啊，就是白种人很少，有但是不多，还是以亚洲裔的，就是台湾过去的，越南过去的，泰国过去的，韩国的很多，韩国过去的，日本过去的，我们那边顾客也不算少，对，但是那个老美啊，就是他们还是有种族的那个，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看就是西医，他们中医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那边，是有一样有在重视中医，所以他们中医是你要职业是要考执照的，他们有，但是他们在美国不叫中医师，他们叫针灸师。针灸师。针灸师要经过第一个，你要报考的资格就不容易了。第一个你要在美国那个读中医大学毕业，中医研究所。第二个你的英文要雅思考到平均要7.0，怎么就有一定的门槛。对。所以也算是越来越被重视了。因为我们家老二在加州，他是有考过执照，中医方面的执照了，所以他在推广产品，在职业上，比较有公信力，他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领域学得不错了，
比我想象中要好了。对，所以未来你们也有计划，就是说渐渐的让那个欧美人士也都可以使用你们的产品嘛，对不对？这当然我们期望是这样，这个但是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它就一定可以啦，对，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啦，要努力啊，一步一脚印这样，到最后还是什么？消费者他会去口碑相传，他用传统的没办法，这个也没办法，到这里竟然可以得到改善，他也白人去告诉白人比较容易嘛。对，这个是口碑嘛，这一定是这样嘛。真的口碑很重要。所以变成说我们也要有这个耐性，要耐性，要比气长了，比气长才有办法把这市场慢慢打开了。这个有挑战了，但是我认为还是一定迟早会把它慢慢做大做强了。对。虽然现在不是做得很理想，我们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但是一样可以怎么样？有一定的程度了，一定的程度。尤其我们今年引进这个量子纱系列产品，对，这个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了吧？这个亚裔的大概你只要介绍啊，让他了解，就是原来的旧顾客啦，旧的那个消费族群，大概我们不能讲100%了，80%以上，没有问题了。对，这个好产品。对，真的是好产品。对，那个产品的话，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我把它洗过啊，用过一段时间，它的功能会不会功效就不见？会不会？不会，不会。对，它的原理是什么？其实远红外线它是，它一直会存在的。就是你在外面大自然走在路上，对，你也是会有接收到远红外线。是。对，因为远红外线是在红色之外的光线，红色之外的光，它是一种波长，一种频率，那你只要你的环境有做所谓的改变，那它就会给予，环境会给予它的给予能量，那能量的它给予能量多了，它就给予能量之后呢，它有一些电子电位的，它的一个能量差就会出现，那能量差出现呢，它就会自己会产生所谓的远红外线的部分，那其实远红外线它不会不见，而且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0.15到0.2微米的在我们纱线里面，对，它是已经现在做所谓奈米科技，所以你在不管怎么洗，它其实远红外线的能量还是会存在着，还是会存在，对不对？哇，那这样很不简单哎，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一个产品，它既然就是说，你买一个来用，那就是其实可以用很久，对不对？就用到这个整个坏掉嘛，坏掉，但是坏掉，虽然它这个破掉坏掉，因为它弹性那么好，没有，它能量还是在的，还是在的。它只要地球存在，它能量就存在。所以它是一直不灭的，对不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物理学所谓能量不灭定律。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爱惜这个就是科技啦，可以用很久。科技，对。所以我们做这一块，事实上我大概每天写文章都会，偶尔都会提到我们现在人享受这种数位化的时代、科技的时代。那这些人类拥有这些是几代人，从只要是早期从产业革命英国，开始，再来它是最先进的嘛，再来就是所谓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量子力学，普朗克的量子力学，慢慢这样一直不断的这个诺贝尔得奖的一直叠上来，我们现在才有很多仪器可以检查，我们才有很多材料可以用，人类的寿命得以怎么样延长，才能够对抗我们以前不能对抗的疾病嘛。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但是面对的就是说人类长寿了以后，到底我们能够治理的时间，有没有跟着拉长？所以根据台湾的一个统计，台湾人的平均年龄，跟治理年龄，落差接近9年。落差9年。就是说平均年龄假设是女人是83点多嘛，对 ，OK， 但是她治理，所谓治理就是不需要人照顾，对，她自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叫生活，平均大概快9年，哇，就每个人，年长者对，平均大概快要让人家照顾9年，的9年，对，那当然有的人不用照顾那么长嘛，那有的人瘫痪的，可能他要照顾20年，对，所以怎么缩短这个被照顾的这种岁月，对，这现在也要不用让人家照顾嘛，自己可以照顾最好了。对。
那这个国家在推动所谓长照，对对，就是因为他需要人家照顾才要长照。哦，那这里如果有关单位能听得到，我觉得目前缺少一块。因为我们人为言轻嘛，讲话没有什么力量嘛。如果上位者，他愿意来呼吁，是要长照之前，先推动全民养生，对啊，这才是对的路线。对，不是一下子把这个跳过就长照。对，就好像等着你，大家都不能自理了，赶快来照顾。对，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要让人家但照顾啊。是养生要有人带头来呼吁，带头人来照。所以龙喜有这样讲，因为我们有在中国市场发展，但是有时候国家领导人讲一两句比较贴地气的话，是有共鸣的，对方的领导人讲什么？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小康的社会。对啊，恭喜在这是为有得利。对啊，咱即马伫遐咧拼要做大个人，无人讲过这个话。所以一定咱袂使讲单讲咱身体歹，有啥物问题，政府人甲咱顾。总讲甲咱顾，咱日子嘛歹过。对啊，拢活甲做无尊严的。所以就是讲，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做养生保健、健康产业，我们深深的体会它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一下，如果你听，有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长者，千万要注意。古人讲的话有道理，对，你不要不相信。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我们年长者要赶快，把自己照顾好，对，才是对小孩最好的什么，的迄个教果啦。对，茫想讲我讲一句笑话啦，咱台湾人啦，过去中者啦，欠长内多啦，后生新妇顾无够，查囝孙仔过来斗啦，有无？甲家己的身体放互马死兼冻害。像个可怜你。对啊，到最后如果自己还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人家你嫌嘛啦。所以这是讲一个观念啦。所以咱个观念哪会通日子就较好过。对。这是做参考啦。哇！其实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已经听到了很多有关于让宏威科技集团创业的理念，然后就是说，他讲的一些养生之道，其实都很有道理哦。所以呢，那后一集的这部当中，我们要更深入的来跟观众朋友介绍说，他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行销，然后呢，产品有什么样的特色。所以咱这集的这部先底下各一段了大家期待下个礼拜再见哦。